第一篇汤生丸过有温。我是厝里第一个出世的囡仔，所以真细汉，阿公和阿嬷就甲我惜命命。尤其是阿嬷，伊拢讲我是伊的汤生丸。若是有我伫咧，啉水拢是甜的，毋免食嘛会饱。其实我并毋是啥物大心会人笑的囡仔。阿母拢讲我是双个庄，恶甲无人问。拄出时就还无24点钟咧，就互红影色的护理师敲电话来投，讲我吼甲真大声，安怎骗拢袂掂，只好来甲阿母讨救兵。所以伫别人兜是一个囡仔较了咧3个大人，若阮厝是一个囡仔拼倒5个大人。规厝间的大人，互我即个囡仔痞，母甲食毋先食，困毋先困，真正是足忝头。迄时阿爸阿母拢伫高雄食头路，犹阁烦恼请林木药，毋知敢会互人灌米酒袂，才将我囥伫台南，拜托阿公阿嬷斗相共。迄个时阵，因拢已经退休啊，原底就是带孙就亲像桌顶人间，轻轻松松。想袂到我真阴长，一直拢爱人抱，连要困嘛爱互人抱咧困，无就会好袂掂。阿公阿嬷无我咧发，只好3不5时啊，就叫阿爸阿母转来替手，连也袂记阿姑嘛爱斗带孙。虽然我遮尔歹带，毋过阿嬷又是真疼我，毋管是要去倒位，伊一定会带我去。要带我出门的时，伊会先用爱紧甲我绑伫伊的脚趾柄，才阁用风膜包互安。所以我细汉的时，便若看到阿嬷摕爱紧含风膜，就会紧爬过去阿嬷的身躯边，喙笑目笑，等阿嬷抱我出去佚佗。阿嬷讲我迄个模样真正足古锥，就算到今，伊又深深记伫咧头壳内底。因为自细汉就缀伫阿嬷的身躯边，毋则我开始学讲话的时，讲的就是台湾话。阿嬷讲我迄时大舌阁兴体，拄咧学话的时，大人一句话拢互我分做3、4节，一直溜一直溜。若是有人学我讲袂认转的模样，我阁会受气，规个面就碰西西，一直爱阿嬷来按答才要煞。3岁了后，互爸母带转来读幼稚园。以后的日子嘛，因为学业渐渐较无转去台南啊。毋过，便若伫电话中听到阿嬷叫汤生丸的声，我就会想要阁转去阿嬷的身躯边，互伊揽条条。